中共顶个月对台湾有5届联合战备警巡，调查国军的高层分析讲，解放军真有可能把这训练变作是战争，互咱的国军是无法度去应付。国防部也在今仔日发布，中共军机有10架，这军舰有6架，也佫有4架公务船来到台海附近，也佫这解放军的直升机出现伫咱的东南外海。中共相关台海情势紧张，根据统计。共军2月对台展开达到500个联合战备警巡，有国军高层分析共军动态，像共机为国基地前推火箭军6项直升机也上台部署伫第一线，都是要加速由混转战，和国军维护应对。因为他们这种操演，已经是常态化，甚至是有些是无预警化。那对台湾来讲，我们担心会有一些麻痹的状况。我还是必须要警示中共由训转战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国军也应该强化对共军联合战备警巡的情报的收集与判断，并加强后备动员的速度。共军由混转战若成真，要武力反台进程，有关有真侪前调，包括共机大量集中、部队大规模的调动、医疗物资弹药集结、港口等等。调查单位认为，国军爱加大征收的量能，佮将共军由混转战的可能性搭伫汉光演习演练。国防部青山发布，征集共机10架次，其中飞过海峡中线进伫西南、东南空域9架次，结合局南6架、公务船4架交代，观察共军动态图。共军直升机出伫东南外海，学者分析，中共恐惊演练对台湾东部的突袭作战。他现在有了2栖突击舰、船坞登陆舰之后呢，然后使用大型这个直升机，那他就很可能会在这个区域，那利用这个直升机，这个带领这个那个载运特战部队侵入，可能将来未来对于这个整个这个东部的这边的这个海上活动的这个监控，还有低空活动的监控，可能要考虑要加强。公视新闻采访报道。